也来伫新北市的五股有一个宗教道场，是发生牙刀甲人扑着伤意外，有一个人摕刀仔甲7个人抬着伤。警方调查，可能是平安餐分配出问题才会起冤家。目前已经依照伤害罪移送法办，因为这个道场有收容弱势民众，所以即马社会局、卫生局嘛已经介入啊。学长前面厉害！锁定白衫骑士，警力全部围起来。警力合力压制，将人抓回警察局。这10个人伫个宗教道场涉嫌提刀杀人。有人手，我个手要断个，讲叫我较紧叫救护车，叫3、4台安尼，互我出来，我足恐怖个啊！代志发生伫新北市五股，警方调查48岁姓杨嫌犯，捌因为窃盗服刑，出监了后就住伫道场，已经生活半年。20早起9点外，领平安餐的时阵，质疑分配无公平，起冤家，就提刀攻击，造成道友甲住民7人受伤，个人头部受伤。在1个小时内在蓬莱6路6巷口逮获犯嫌，在侦讯之后移送新北地检署。代志发生的地点为红色线即间大毛洞宗教道场，伫五股观音山区，看起来亲像洞穴。楼梯向下骹行，沿到念经的所在，向正面顶明白，引起大放警。是多慈悲啊，他说要给人家住啊，剩下4个人而已。所在遐哦，拢是个比较弱者有一寡去关出来。道场不止每礼拜3固定发平安餐，各收容弱势民众，大拢免钱。即摆意外爆发闹会事件，新北卫生局、社会局这单位也拢介入，就安全维护关怀这代志进行讨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